刺咧都係咧呢一個好明顯啊，口感咧係 QQ 彈彈，超正嘅啊！好咁啊，有呢一個咧超高嘅膠原蛋白啦，海參咧呢一個咧膠原蛋白超高啦，同埋咧低脂高營養啊！呢一個咧增強我哋嘅免疫能力啦，調整我哋嘅血脂啦，同埋咧涼拌啦、清燉啊，乜嘢都得噶啦 ，OK。同埋呢一個啊，今日一下咧係實條裝嘅 ，OK， 即食嘅，我買咗。要整懶得整，所以即食方便好多嘅 ，OK， 係啦，即食咧係方便好多。哇，出邊咧知唔知幾錢啊？出邊咧養殖嘅，哇，你知唔知啊？出邊市面上啊，你哋上網 check 啊，你知道嗎？外面市面上養殖的是多少錢一斤？3000啊！養殖嘅呢一個咧講緊咧都要咧。係講緊咧700幾蚊一斤啊，係700幾蚊一斤嘅 ，OK。我哋呢一個咧寫住，你知道這39度是代表什麼？什麼？39度係代表乜嘢咧？39度就代表咧呢一個咧底部深海嘅海參啊！哇！就係咧超抵嘅呢一個咧海參啊！呢一個一般講緊咧零售價。要過千啊！零售價要過千，一斤啊，當然唔係一條啦，一斤啊，要過千嘅。咁啊，我哋呢一個咧係真係咧超抵嘅價錢啊！一般咧你就要咧買呢一個咧底部，即係咧要咧深海底嘅 ，OK， 加呢一個咧溯源嘅呢一個咧係比較好嘅啊。咁我哋咧呢一個咧係深海嘅。價錢咧超級無敵勁抵，佢一下咧就係1斤嘅，一條條嘅做辣包裝，你吃一下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要燉，這是馬上吃的，我吃了，你試一下。即食嘅 OK， 即食啊，你吃你真的很好，膠原蛋白。沒事了，真的很好，而且它的那個好 QQ 啊，像果凍一樣的。佢咧好似咧啫喱果凍咁樣嘅，同埋咧你見到咧佢邊呢啲刺咧都真係咧條條分明噶，你就咁樣食就已經 OK 噶啦，因為咧我哋咧又要發啊又要整啊懶啊嘛，朝頭早你起身係啦，如果咧你解凍完或者夜晚黑啦。跟住咧，你切片啦，我嚟點豉油啊，當餸啦，或者咧你咧就咁咧點啲 wasabi 啊，都係超正嘅。呢一個咧，你攞翻屋企，你就擺喺咧冰格度嘅。食嘅時候咧，你攞出嚟咧解凍，跟住咧切咗佢就即刻食得噶啦。QQ 彈彈勁正，我頭先好肚餓，所以咧我就解咗一條咧就咁樣食噶啦。OK， 同埋呢一個咧39度咧係咧深海嚟噶。OK。係啦，同埋全部寫住啊，攞咗咧呢一個咧個標嘅。爺爺話咧佢自己咧係每一日咧朝頭早咧就食一條嘅，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可以增強我哋嘅免疫能力啊。好，俾一個咧吓，我知道啊，我剛剛都說啦，超級抵啊，因為出邊咧都買緊咧係呢一個咧過千噶啦。OK， 39度啊，你一定要認住。咁咧一下咧係1斤裝嘅，一下咧係1斤嘅，499蚊啊！你確定嗎？499蚊啊，超抵，因為我哋冇經過批發商，冇經過中間嗰啲嘅，好便宜哦。對。一斤先係499啊，大家，你攞出嚟咧就已經可以食噶啦。咁佢一下咧係1斤裝嘅。每一條咧，佢都係咧已經咧做好咗，咁樣咧獨立包裝嚟噶。每一條你看很大條啊，冇紙巾喺度，好大條嘅，睇唔睇得到啊？大家其實，哎呦，完蛋，紙巾啦，水倒掉。好。張美儀超級有營養價值啊！
海參咧呢一個咧係超級十零條，我記得頭先咧，因為咧我哋冇諗住要做嘅，咁所以咧頭先咧佢攞嚟幾條俾我食，跟住咧我冇諗住要做，佢咧就叫佢員工咧係攞走咗，唔知10條到12條咁上下咯，10到12條，你食一個零食啫喱都唔止呢一個價錢啦，10到12條咁樣嘅。你能不能問一下它是多少條啊？7到10個。唔好意思啊，係7到10條嘅，7到10條啊。剛剛好像不是跟我說10到12條。好抵好抵好抵嘅價錢啊！仲要咧全部幫大家做好咗啊！好，7到10條嘅，同埋你見到咧真係好大條啊，499啊，攞出嚟 ，OK，資金新的拿一個嚟。